首《望月想你》，给我们的分享，谢谢，谢谢两位美丽的主持人，五个家族，现场的嘉宾，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乡的城市，一个人不知对倒去，来回过路去。一份欢喜过日子，拄了想你，怎样来爱在心内的你，心爱你敢知？你的名，热恋的迄条歌，阮思思念念，温柔的影影，无色彩的生活，烧酒配孤单，流浪他乡，忍受一天的折磨。月流啊，车车烧月心声，痴情男儿永远也袂变卦，无缘做阵行，小心听兄。抬头望月想你。想你呢，咱的江龙姐，哇，很厉害，又会唱又会跳，听讲过也要主持，哎，对，这五哥淘淘啊，甲咱讲的安尼，不简单呢，姐姐很厉害呢。对啊，你本身就是做一些外场的歌手吗？
就是偶尔啊，有些时间，如果朋友找我，我就去这样。是哦，是玩票性质而已，性质的啊，对，是很厉害。看看咱这有无哪唱哪摇啊呢？哦，太厉害了，而且刚刚前面的人也都很棒啊，他们都是唱跳俱佳，对，大家都不一样的优点这样子，这么都还一样跳呢，你的高跟鞋那么高，还可以这样子，哎，对呢，真的不简单。哎，穿高跟鞋可以打乒乓球哦，可以打乒乓球，高干呢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对呀，啊，今天跟我们的五哥家族一起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在这边先问候一下我们五哥家族，是我们五哥家族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好，谢谢你们为我们掌声，谢谢，谢谢五哥，还特别哈专程来陪我们过来，我本来以为他有唱了，结果他没有，他就专程陪我们过来，你看就甘心没？五哥的底下你要五星，对，真的他很照顾我们这些兄弟姐妹，对呀，我们五个家族的他都非常的照顾，是，对，很棒，真的，哎，谢谢姐姐带来精彩的表演哦，谢谢，啊，我们留在原地，来，给你邀请咱所有的歌王歌后来上我们超级大舞台。